喂，新春咯喎，買咗酒未啊？係時候要入翻啲雪梨嘅酒喺屋企看下門口。點解要飲雪梨？合家歡咯，特別係廣東人地區飲開干邑嘅，一轉飲雪梨係特別親切嘅。飲雪梨有冇啲咩千零蚊？俾大家望下先，呢支哇靚仔 ，Smogan 嗱呢間瑞典廠。好，講下呢間廠有咩特別啊？係啊，咁又衝出蘇格蘭。呢啲酒泥煤啦、雪梨啦，哇你見到好黑嘅啲酒。佢哋用蘇格蘭嘅麥芽咧，然後佢做一件事嘅，就會攞翻嚟之後咧，佢要用佢北歐或者用翻去瑞典嘅嗰個重泥煤煙燻喎。如果唔係咧，不是屬實咧，我一定上去官網問佢啊，質問佢啊。因為我喺官網睇嘅咋嚇。12年啊 ，First Fill PX Sherry 咁啊已經攞咗 Whisky Notes 89分喎，好高分喎。舒服。佢呢個雪梨桶啊，可以喎，唔錯喎。我哋經常講話依家啲潤酒桶咧，咪有一個問題嘅，即係飲落去咪雪梨歸雪梨咯，威士忌歸威士忌啦，你懂啦嚇。咁呢支 OK 喎，可以。可能咧，我自己諗咧，會唔會因為重泥煤嘅作為一個媒介咧，令到雪梨桶同威士忌有一個好好嘅 marriage 咧？哇！呢啲酒58.3度，原來咁高啊 ！Smogan 咧，淨係出桶強或者單桶喎，唔做降度啊！呢啲咪黑 core 咯。飲落去咧，甜感好足，甜感好足啊！嗰種甜感入邊咧，帶有啲皮革、立皮梳化嗰種感覺啊。仲有少少 meaty 啦，少少肉感啦。但係嗰種肉感好靚㗎，係啦，西班牙啲火腿唔係我哋啲臘腸嗰種喎，你知唔知啊？好香好香，佢係一種花香調嘅朱古力嘅感覺喎，好靚喎。礦物感好足啦。嗱，呢啲酒令我諗起一樣嘢嘅，寶島台灣咧，我哋葛瑪蘭出過一個叫 Pit Malt 啊，用雪梨桶熟成㗎，我都開過唔少次分享㗎啦。佢就有佢影子啦，佢呢支多咗兩件事。第一，頭先講呢種皮革味嘅一種調劑啦，佢多少少。第二件事，佢多海洋嘅一種鹹甜感，好好飲喎呢支酒。12年又夠晒足稱喎，唔錯，買翻支開門口絕對冇死。呢酒零售價1380蚊，新春想買翻支嘅話，快手揾我啦。有乜嘢好酒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。拜拜。